呢個發展商以前咧2萬蚊交死紙唔賣嚇，而家啊全部起好晒，現樓現正，即係買者收樓，只需要1萬蚊就可以買到落，帶埋精裝修，送埋全屋個格力個空調啊！咁呢度咧翻香港點翻啊？我哋可以去博覽中心嗱，然後坐車咧18蚊就去1個鐘內，但我哋前海灣啦嚇，揸車嘅話50分鐘就可以到達港珠澳大橋啦。我哋呢度過去咧5分鐘，嗱 Coco City、富逸城全部都可以到達嘅。嗱，你大家見到嘛？咁靚嘅環境，全部起好晒，都有泳池㗎嚇。嗱，帶大家睇個真材實料嚇，你見到嘅全部都係交付標準。嗱，呢啲咧3星嘅指紋鎖就係交標嚟㗎。入到嚟呢個大廳啊，你見到嘅牆邊啲空調全部都係交付標準，包括啲磚嚇，全部係大磚嚟嘅。包括入到嚟呢個就係呢個廚房嚇，包括呢啲方太嘅洗衣機啦嚇，空調機啦，呢邊你見到嘅全部都係個交付標準嚟㗎，包括呢度預留咗個冰箱，包括呢啲櫃啊，全部係大品牌啊，索菲亞嘅嚇。嗱，出到嚟露台個位置，咁呢度咧就係1050方嘅，咁呢度咧就係3房2廳2衛啊，非常之大㗎。嗱，呢啲喲，嗱呢個特別重嘅嚇，呢度就係而家喺我身處6棟個位置啊，而家喺4樓呢個園林平治園林，呢個園林係咪非常之正啊？係嘛？入到嚟啊，呢啲包括呢啲全部都係交付標準。你話呢啲交標高唔高啊？裝修標準佢哋號稱啊3000蚊方，你覺得夠值唔值呢？啊，睇下呢度呢啲大磚啊，全部都係見到交付標準，包括過到呢度呢間房啊。後期嘅話，你做翻主人房個衣帽間都係冇問題嘅。對面呢間長者房咧望出去就係園林個位置嘅嚇。再入嚟咧主人房，嗱呢度都係做咗金色翻嚟嘅。包括呢度啲洗手台啊嗰啲，全部啲磚啲顏色搭配到啊，俾呢個設計師做，俾個雞台俾佢嚇。呢度見到嘛？呢個鳳冠8嘅大床，完全係夠 size 嘅，望出去個園林非常之舒服。各位街坊，你想買呢啲高品質同埋現樓現正屋苑呢？呢個屋苑係你一個不錯嘅選擇，一定要嚟呢度睇睇下。首期大概係10零萬就可以上車㗎啦。如果各位街坊有興趣，盡快聯絡爹林帶你實地睇樓。